这次来拉萨是为了工作是吧？对，这次我们是为了一个电影来看景。然后这个故事讲的是从拉萨到珠穆朗玛峰的这个路上，然后一对从内地来的年轻人，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爱情，然后这样一种故事，然后就走了一趟从拉萨到珠峰的这条路，看了一下，刚回来。最近我们在 B 站上不是上了一个短片嘛，新生，然后这个短片我看那个介绍说它是你们花了10天的时间，就是这个创作的时间很短嘛，但是就是时间越短的时候，说明它准备时间可能很长嘛。所以这个短片的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题材，然后你怎么想要去拍一个这样的短片？这个就是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然后刚做完1个和4个的后期，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坏猴子工作，然后他就想找一些年轻导演帮他们拍这样一个短片的系列嘛，就叫《大世界扭蛋机》。然后他让我写了一些故事去给他们看，我大概写了5、6个吧，有跟赛马有关系的，然后有跟现在藏地不是有很多网红嘛，我也写了那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写了新生的这个故事，最终他们还是选了这个，可能是因为就是他整个故事的情感更浓厚，然后表达的东西更淳朴一些吧。这个故事是我最早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的，就是在藏地有一个新疆的卡车司机，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在深夜的时候不小心就把一个人给撞死了，然后撞死的这个人是一个当地的藏族小伙子，他就很慌张嘛，因为他也没什么钱，然后人烟稀少，他怕出什么危险，他就等着，然后过了不久，这个小伙子的家人就到这儿来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人身处他乡，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小伙子的母亲就跟他说：“你可以走了，就说我们什么都不追究。”就这个故事我听了之后，就是没想到真的有人能处理生死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方式。可能当一种信仰或者说一种生命观和世界观深入骨髓之后，他就会有这样的行为和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的世界观变得更豁达了。我就一直想把这个故事拍出来，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给写出来了。你刚说到一个和4个，就是这个作品，因为我们之前认识的这种藏语电影还是有点区别啊。然后它的无论是它的题材、它的类型，然后它的整个的表达方式，都比较特别。所以就是你为什么把这个作为你整个电影创作生涯的第1个长片来拍摄？就是它也算是我的毕业作品嘛。然后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4年学的很多的部分是技术性的部分，我觉得对于电影理念或者说生活感悟的部分还得从生活中来，就是不可能4年你有很多很深的感悟想去拍出来，或者说能拍好，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具有相对的就是类型元素的，比如说有警匪嘛，有悬疑、枪战这种东西，它就是拍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模式和技巧的，所以我比较能掌握。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希望我的第1个长片能够有一点作者表达。就是当时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被这个小说护林员的那种迷茫，然后不知所措的那种心理活动特别吸引。我感觉这个小说家就是玉树的江才让老师，他特别细腻，他把这个人物的内心写得特别的细腻，就很吸引我。因为这2个原因吧，就想把这个故事拍出来。这4个演员都是你选的吗？都是我选的。为什么会是他们4个？就先说这个护林员吧。这个演员是金巴嘛，大家都熟知的。他在荧幕上一向都是一个非常粗犷的，草原男人的这种形象。其实我一开始没考虑他，但是我们在选角的时候想了想，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角色上做出一些反差，才会更有意思。就是他虽然是一个懦弱的男人，一个
不够果断的男人。对。但是我们形象上可以做出一个，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男人。对。然后再把他的性格叠加在他的这个形象身上，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反差感，就会跟我们片子整个体现出来这种荒诞感比较吻合吧。那我觉得我看到那个打街丁真演那个角色，我还是挺诧异的，因为他也不是演员出身嘛，他是导演，然后呢，他个头也不高，然后要去演一个那样的比较彪悍的形象，这个当时是怎么考虑的？这个角色当时写的名字就叫小个子，身边的人既有这种藏地的这种气质，然后个子又小，然后长得又比较凶悍的，就只有他了。虽然以前可能没怎么演过戏，但是他作为执行导演给别人讲过很多戏嘛，我觉得让他去演，然后跟他沟通起来会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就选了。所以你在现场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导演吗？我不算严厉，我就是一个比较抠细节的人吧。对，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这样的方式可能会让一些演员产生困惑吧。对，就比如说像金巴，他是一个需要很多的自由空间去发挥的演员。所以我刚开始跟他合作是有一点矛盾的。就是这是我的处女作，我希望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达到最好。所以我看到一点点问题。比如说他的眼神不对，他的手的，就是甚至是抬起来的时机不对，我都会跟他们说，就这个会让他们的表演变得非常机械性，但是从结果的呈现来说，我还是满意的，只不过会让他们产生负担，这样演得不那么舒服。后来喝了一次大酒，金巴就跟我说：“九妹啊。”你这样搞得我真的很不爽，就是他说，他觉得这样表演已经没有太大意思了。我就反思了一下，我想，然后我又回去看了素材，我就发现我平时追求的那些细节，调的那些东西，然后一遍又一遍，一条又一条里面，它最终放到剪辑台上，放到成片里面。好像意义不是很大，就是他对整个片子的呈现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或者好帮助，所以第二次我们拍的时候，我就尽量的保留我最想要的那个东西吧，就一种状态，一个时刻，其余的东西我就尽量让他们发挥了。对，这个其实也是彼此也是一个成长吧。作为年轻的导演，要怎么样去跟演员去交流？对，这部影片里面就除了这些演员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动物嘛，比如说猫头鹰啊、鹿啊，还有一些鸟啊，这些是怎么弄啊？这个是要做特效还是要怎么样？有些是特效，有些就是我们在当地找的真实的动物拍的。这个片子里面的鹿都是真实的。有一个镜头我们是去一个鹿场抓拍的，就是那个鹿在远远的看着我们，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刚好剪进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打了麻醉，给那个当地的鹿场，我们找了一头鹿给拉过来，就是要模仿他中枪嘛，然后要在他打完麻醉将醒还没醒的那个时刻赶紧抓拍，对，所以其实不太好拍。最后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鹿来到那个护林员的门口，往里面看的时候，就是我想到这个名字嘛，一个和四个，然后我觉得我一直以为一个是那个护林员，一直是这样的，但直到最后那个镜头的时候，一个应该是那个鹿，但是他们说你们这个片子去东京参加电影节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翻译成好像日文翻译成了一个人和四个人。所以后来你的采访里我看到还有一个人是死了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还是要留给大家去思考？留给大家去思考吧。对，我觉得就是所有的答案就像那场暴风雪一样，就是包括这个故事本身的答案，到底谁是警察谁是盗猎分子，还有可能这个故事的意义的答案，就是一个是谁，四个是谁。暴风雪来临之后都不重要了。对。
就是也没有必要再去深究。对。然后就这两个，就一个和四个也好，我们的这个新生也好，就是有一个比较让我感受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跟过去的藏语电影不太一样的地方，这里面就是不同语言的这个跨越，民族各种文化的这种跨越的这个感觉，这个是你自己是怎么考虑的？这个主要跟我的生命体验有关系。我其实12岁的时候就去北京了，一直在北京生活。然后大概是16岁的时候吧，在父亲的建议下，然后就去到果洛的集美兼代民族职业学校待了1年，学习藏文化。然后那1年，有种让我重获新生的感觉。就首先是在那个学校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就是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寺院式的教育，每天都要起来清晨念经，念完经吃饭，然后学习。对老师的态度就像寺院里面的僧人们对于上师的态度一样，特别前进。然后大家干什么都很齐心协力。就是那种氛围，它是一种很质朴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唤醒了我心底里面的某种基因吧。所以有了这段经历之后，我的生命体验它就变得复杂了。它就总会有这种质朴的东西和来自外界的比较复杂的东西会碰撞。包括我自己的思考也是。所以可能这就是我必然会触碰到的题材和表达。对。后来我就看了一些你的一些采访的资料什么的时候，你说你小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叫秋日奏鸣曲是吗？这个电影里面就讲了一个弹钢琴的女孩想要通过弹钢琴来赢得她这个钢琴家母亲的注意嘛。然后你说你从这个电影里面看到了这个你自己跟父亲的关系，还有跟生活跟电影的关系。所以你自己就进入电影这一行，是不是也有一个这样的心理过程，就是跟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弹钢琴的小女孩一样的这个过程？没有这么相似。就是这个电影对我的意义是，它让我触碰到了电影和生活之间最真实的那个地带。对，就是当时我是在青春期嘛。然后青春期里面又是一个比较老实的小孩。就是总希望做一些事情能够得到父亲或者母亲的注意，然后让他们去认可我。得到认可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可能比较有的一个心理状态吧。我做电影的原因挺巧合的吧，也算是缘分吧。因为我从小看电影嘛。然后我在北京，我爸会带我去电影资料馆看一些老片子。然后我看了一些动画片，然后我自己喜欢画画。我一直想当一个动画导演，或者说想当一个画家。所以高中的时候我想考央美附中来着。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没考上。但是我又不想学别的，我就是觉得自由的状态，可能创作的状态是最舒服的吧。所以自然而然的我就选了电影。也跟我比较近。对。那你现在就是我们藏区有很多像你这个年龄段，还有比你稍微长一点的，有很多年轻的导演出来嘛。然后他们也说现在就是藏地电影新浪潮什么这种提法也出来了。你觉得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跟这种提法，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说一个藏地的电影创作者群体的出现是可以的。但是说作为一个新浪潮，我不太认同。就是在我的观念里面，新浪潮它应该是一种电影的革新，语言的革新。它是从语言上来说的，而不应该是作为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藏族电影
才发展了10几年，才刚刚开始吧。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对，就是不要被这个标签给迷惑了，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怎么说呢？就我觉得群体不重要。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遵从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应该表达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在乎什么标签。我是这么想的。那如果你要就提前要向这些观众推荐你这部电影的话，你要怎么推荐？就是有一个真相，它可能即将就要浮出水面，但是也有可能被一场暴风雪给卷走。所以你想不想去发现它？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就去看看一个和四个吧。好的，那我们特别期待，也非常感谢今天到我们节目里分享你的这个成长经历和创作的这些经验，非常感谢，谢谢。谢谢桑东老师。